下面，我们继续讲，普贤行愿品啊，普贤行愿品中，前面，真心，广大法院当中呢，就是讲了第9个科判以上，那么今天就是讲第十个啊，就是第10个法院。那么第10个呢，就是讲，获得这个无尽功德藏二法愿，就是要获得无尽功德藏二法愿。宋词当中这样说的，于我一切诸有中，所修福智恒无尽，定慧方便及解脱，获诸无尽功德藏。那么，这个字面上呢，就是说我愿这个一切的这种三有当中啊，六道轮回当中，在这个流转的时候呢，不要就是像我们有些众生一样的，就没有任何适宜的，在六道当中感受这个痛苦，而不得到解脱。那么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应该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所修持的，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啊，就是福德资粮呢是这个佛陀，摄身的这个因，智慧资粮呢，是这个佛陀发生的这个因啊，那么就是无尽无边的，这样的这个能复会这个双运。啊，就是在我这个漫长的这个轮回世日里呢，就不要这个只修福德而不会这个没有这个智慧，只有这个智慧就是没有这个福德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复会这个单修，就实际上也是得不到这个解脱的。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吧，就是有一个公案也是这个说明过，就是因为以前就是没有那个修这个智慧资粮，就是没有修只修智慧资粮，就是没有这个修福德的话呢，那么就是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，就是没有福报，就空薄回来。本来是这个获得阿罗汉果位呢，这个智慧是不像我们凡夫人所谓的聪明那样的。然后如果这个自修福德就是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呢，那么就是就转成这个大象啊，就是但是这个身上有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，没有智慧，就是所以在经当中也是说了，就是修慧不修佛，罗汉就是脱空钵，然后那个修福呢就是不修慧啊，就是大象披银罗，就我们以前好像也用过，就是这个修慧啊，就是不修福呢，就是这个罗汉就是脱那个空钵，然后那个修福不修慧呢，就是大象啊，就是披这个银罗，就是所以就是这个讲了这个前世的这个故事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世间当中也是有些人也有这样的，就是只修这个福德，就是不修慧的，也有只修智慧不修福德，就这两者不能就是脱离的啊，不能脱离的。所以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，就是但愿我这个福慧双修，还有这个禅定、智慧、方便，以及呢就是解脱等这个功德啊，就是这些呢，就是获得这个无尽无边，就永远也是没有这个穷尽的。就是我们这个福慧双修这个无量无边的，然后心呢就是意愿就是专注在这个真理的境界当中的，就是这样的这个灯炽，然后呢就是能通达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啊，就世俗的真相也好，生意的真相也好，这样的这种这个智慧，然后这种智慧呢就是永远就是利益众生。或者说是自己啊，就是短短的时间当中，就是积累无量无边的资粮的那种这个方便法啊，就是方便法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解脱功德和这个神通功德啊。比如说解脱的话呢，就是空无边边这个解脱啊，实无边解脱啊，灭尽定解脱啊等等。就是我们在讲俱舍论的时候是有8种解脱。就是8种解脱吧，就是还有呢，就是他心通啊、天眼通啊等6种这个神通等等诸如此类的，所有的这些功德呢，
但愿我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，就是无尽而这个获得啊，无尽而获得。所以我们这个不管是禅定也好，智慧也好，解脱也好，还有这个佛慧，就是任何一个这些功德呢，就是不要有满足感啊。就我们要有满足感的话，对有漏的财物啊，就不要就是贪得无厌，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但对智慧和对这个真正的这种三法呢，就是就永远都是就是一直像这个我昨天就是举的例子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就是胃口很好的，就是对三法方面就是要有胃口的，否则的话呢，对三法方面就是这个三法也不愿意做，那个三法也不愿意做的话呢，那就是这个症状就不太好了啊，就是病得比较严重，就是什么三法都不想做，就是然后造恶业的话呢，就是哦这个也有兴趣，兴致勃勃，那个也是有非常这个开心，就是只要造恶业的时候呢，就是整天整夜都是这个不睡觉不吃饭都可以，而造善业方面的话呢，短短是1-2节课，或者是做三法的，就是或者几个小时的话呢，就是头痛啊，就是腰酸啊，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出现的话呢，那说明我们这个一方面可能业力深重，另一方面呢，对三法的这个满足性呢，就是永远都是不能这个穷尽的。大宝积经当中也说了，就是说是如水不掩映，如海不掩碎。啊，就是如水不掩云，如海这个不掩水，知人也如是不掩这个善增长啊，就智者的话呢，就是对这个三法就不会有那个满足感的，就是越来越增长啊。我们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，不管是念经也好，修加行也好，修真行也好，任何一些三法的话呢，就是都一直不断的这个信次啊，就是原因呢，就是信次，而且这种时间呢，就是它不是有一种固定性的，只要利益众生和自相续调伏的一些修行方面的话呢，它就不觉得累，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普贤大愿的一种标志，就是所以希望呢，我们这个念普贤行愿品，这个都会会念，就是都会念，但不知道就是大家在字面上就想过没有，就是经常呢就是思维它的这个意义。当然，我们这里面的很多的这种这个发愿呢，就是可能现在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就是去这个尽信啊，就是这是一个特别高的这个境界。但是有些地方的话呢，我们也就是象征性的可以的。啊，就刚才这些偈颂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福德也好，智慧也好，还有呢，我们也经常呢，就是入于一些禅定呐，具有这个三巧方便呐，就是三巧方便也是特别重要。包括我们有些那个这个佛教的一些智者啊，就是应该这个自己修行就是需要这个三巧方便。如果你自己修行没有三巧方便的话呢，可能别人也看不惯呢，就是最后呢，就即使你整天都是闭关，但是别人眼中呢，就是你可能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利益众生的话呢，更需要这个三巧方便啊。三巧方便是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菩萨心当中的话呢，就是的确也不可缺少的。很多大乘的佛教经论里面呢，也经常就是提到的这个三巧方便啊。就这个三巧方便呢，如果你没有就特别关心的话，那恐怕是觉得是人人都会三巧方便，但实际上并不是。有些人呢，对实践法、对处实践很多这个圆融无为啊，然后呢就是弘法利生方面的话呢，只要有智慧的时候，即使遇到了一些这个违缘和困难，他呢就是有立即的一些这个处理方法啊，包括就有些有智慧、有三巧方便的人呢，自身也是就是身体不好啊，心灵不好啊，就是很多方面的话呢，他不会就是苦苦的一直这个瞪着瞪死啊，就是不会这样的。他应该是相信，就是他最有这个有效的一些办法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解决问题方面呢，一方面就是需要智慧，另一方面呢就是三巧。如果没有三巧的话呢，得罪这个得罪那个，然后做什么事情也是大家都是就看不惯听不惯，就是这样也是实际上呢就不一定是这个前辈大德的这个做法啊。前辈大德们的话呢，当然是这个极个别的一些实修者呢，就是可能是会有得罪这个少数的人，但是真正利益众生的时候呢，就是并不是这样的
所以呢，我们有些发誓啊，就是不管是这个现在也好，将来也好，我的提醒呢，就是时时都是要记住这个三桥方面的这种智慧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即使你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智慧，也有就是很不错的这个大悲心，同时呢，就是自己也觉得是自己很不错的，有一种这个就是自信心啊，就是信心也是对自己的信心也是很不错的。可是你真正是这个利用你的智慧啊，你要去以大悲心的这个牵引下度化你的众生的过程当中的话呢，好多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并不是这个那么这个成功顺利容易，这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啊，就是有一定的原因。所以我们发愿的过程当中呢，生生世世的让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呢，就是有这个智慧，有福报，有这个禅定和还有这个三桥方便，就是八种解脱等等诸如此类的许许多多的出乎我们意料的，我们凡夫人根本想象不到的好多好多的这些功德和知识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发愿的话呢，三宝的这个加持力和自己的这个发心力啊，然后呢就是发心就是发而不变力，发而不变力以种种因缘具足的时候呢，即使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俗子，在自相续当中的话呢，很多的这些功德呢，就是在这个就快速的，就是可以这个体现啊，就是快速的可以体现的，就所以。这个发愿呢，就是将那个就刚才讲的，就是获得这个无量这个功德的这个功德藏的这个发愿